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7日公视台1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新闻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新增加无本土病例哦，有11个境外病例，1人死亡。另外，今仔日早起哦，有 BNT 疫苗67万筒个送来到台湾。第10轮的疫苗冒开 BNT 的头一筒哦，咱来听指挥中心伫下晡上届新的说明。那本土是0，那境外移入有11例，那死亡的个案有1例。今天早上有这个台积电、鸿海永林、慈济3间企业和民间团体捐赠的第4批的 BNT 的疫苗BNT 疫苗67万剂。好，那今天上午已经到达台湾。好，那这些的有效的日期是2月10日，第10期本来是供第2剂的 AZ 及高端的疫苗，现在我们也要加开 BNT 的疫苗的第1剂的接种。那我们新增加的就是9月29日前意愿登记选择 BNT 疫苗的民众接种第1剂，一个是64岁以上。然后第二是63岁到18岁的第9类，换句话说，等于是第9类的对象是全部都开了约的时间是从10月4日上午的10时至10月5日的下午4时。那施打的时间是10月7号到10月14号。基本上相关在户外戴口罩的规定我们在空旷的地方做一些松绑，那我们在礼拜天一并跟大家做报告。来看公费的流感疫苗第1阶段，今仔帮医事人员、防疫人员、65岁以上的老大人等10类的民众注射；50岁到64岁无高风险慢性病民众是第2阶段，后个月15开始注。疾管署嘛特别提醒民众，若当这注新冠疫苗甲流感疫苗，要至少隔7天以上。针注落去了，一气化的信长听甲改叫，严格是让得到完整的保护力，以免得到流感。那是保护家己，也保护家人的健康。他刚满1岁1个月，所以他这次是第1次打流感疫苗。因为流感疫苗我们是6个月以上的宝宝就可以施打。疾管署讲，今年自家公费流感疫苗总共买632万剂，会分2阶段做。第1阶段自10月7日开始，对象包括医师加防疫人员、65岁以上的士大人等10类人员。第2阶段是11月15开始做。伫咧高雄就士大人一早起就去边排队要抢第1个做。怕流感啊，所以他怕感冒啊。我当年拢会来高医治流感啊，治疗袂歹就袂感冒。因为今年同时有注新冠疫苗加流感疫苗，疾管署特别提醒讲，若要注2种疫苗，中至少要让7天以上。为了厘清2种疫苗到底是哪一种疫苗所引起的这些的不良反应或者是不良事件的作用的话，那我们建议一般隔7天。疾管署强调，每年自10月开始正入流感的流行季，有个伫咧12月到过当年国历春节期间到上高峰。注流感疫苗除了会当减少感染风险、降低重症的机会，对新冠病毒也减少重症的效果。记者综合报道。10月7日开始有一寡新制度，民众就爱特别注意。5月更是对10月7日当开始使用，去机车的摄影取缔嘛，对10月份开始哦。阁有自助餐、便当店，人客用过的纸杯啊、纸碗开始就爱回收。若是无上济是会当罚30万。今年10月份，包含流感疫苗、4种新冠疫苗，同时间会有5种疫苗开始注射。真侪新措施起果，包含行政院推出的振兴5倍券，会伫10月7日正式开始。民众会当伫10月7日开始使用5倍券，纸本的注文甲领取会当伫4大便利店、5倍券的网站、和邮局的网站来进行。国内的背景电子支付对10月7日开始开放下机构的汇钱，民众要特别注意环保署10月份推行的超音翕相取缔测音，只要当咧走的汽车、机车测音超过标准，就会自动侦测。民众可能爱直接食1800到3000内的罚单，汽车载货会加重罚金。对即卖9000块，有关到10000，避免发生交通事故。也若餐饮业有新的规范，自助餐甲便当店若提供点来食食，佮使用纸做的餐具，就要照规定回收。违反者上悬会当罚30万。
为着防止非洲猪瘟，农委会辅导饲猪数量199只以下的小型饲猪场，禁止用喷动物性的泡来饲猪。不过，若是果子泡、豆仔泡等等食物性的泡，无包含在内。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是桃园市的高中生开始做 BNT 疫苗的第2天哦。高中生是较无高中生有较侪人请假。桃园市长郑文灿伫市政会议嘛表示讲，只要做疫苗满14天，就会当去户外教学咯。今仔日是桃园市第2天，予高中生伫咧学校做 BNT 预防针。进前第1天有12683人做。桃园市长郑文灿出席伫咧市政会议讲，为了要避免发生错误或者是无了解，医护团队建造学校了，拢会成立说明站。各学校卫教做了好，副作用较低，甲高中比高中请疫苗假的人较少。国中生请疫苗假的比例就比较低，那目前请疫苗假的只剩下217人。那总比例大概1%不到。市长郑文灿讲，国中加高中伫咧做 BNT 疫苗了，让14天，学校就当进行户外教学。照防疫规定，学校的设施场地会当开放换照。若小学生还未做防射，除了运动场以外，其他设施是暂时无开放。各级学校、高中、国中，如果施打完疫苗之后，学校就可以开始规划毕业旅行，因为学生有比较高的保护力。郑文灿讲，后一波 BNT 疫苗也未防检检验完成，要等10月初9了，中央才会配送。原本定10月初7、初82天要做的学校，有18000位学生，也拢向后延。一定要予13万个国中加高中的学生拢做着 BNT 疫苗。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市美村路一间透天厝，今仔透早3点火烧厝，消防队出动9个分队去拍火哦，有9个人送病院，其中有1个人不幸过往。当地里长是表示讲，这间厝囤真侪资源回收哦，已经可坑真侪届拢讲袂听，是真无奈。透天厝规间烧起来，状况是真紧急。消防人员一边救水线拍火，一边赶紧把门击开，要将内底住户救出来。未少居民困到一半，赶紧逃生。不过，也是有人掉伫咧建筑物内底，警消举推将这个住户拖出来，前后救出9个受伤的民众。因若大火之后，50岁厝主的太太，互人救出来时阵，已经无性命现象。燃烧以后，东西的浓烟非常大，高温，所以1楼在破门的时候，要进到2楼抢救的时候，要花一段时间。初一清早3点外，台中市南区美川路这间人家厝火烧，因为是几领栋连做伙，火势就安尼炭烧到其他2户。经过1点外钟才受到控制。调查人员一透早就来到现场采证，受到牵连的民众转去到厝里，想到迄当时也是真惊吓。是啥物做一个高事件啊？这个算炮啊，结果台湾门爆开。规个乌烟拢冲出来。当地里长表示，盗火这间透天厝是一对老翁仔某靠资源回收咧食青。不过厝内厝外囤一大堆的回收物，嘛是这间火会炭烧甲真紧的原因。很多的民众要从这条巷道出入不是很方便呐，所以我说常常在宣导他们，还甚至我们都还请我们的区队东南区队过来强清过他的资源回收物。里长表示，把可坑甲协助清理真侪间拢无效，因若盗火地点敢若是伫咧1楼，明确的原因也得过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捌得过金钟奖主持人奖的陈耀中哦，伊伫花莲旁边开的原住民餐厅昨熊熊盗火，消防人员出动2个分队，也毋过伫户外凉亭啊，嘛是全部拢烧掉，加在是无人着伤。这是花莲丰滨乡静步村一间原住民无菜单料理餐厅，9月30日起，户外亮灯啊盗火，因为建材大部分拢是干草啊甲茶，所以火炭甲真紧。消防局派2个分队来拍火。分队出动11、61、91前往，到达后是一处茅草凉亭前面燃烧，分队立即出2线实施灭火，在第一消使用消防局补助的偏向地区小棒补，发挥效果，有效阻绝火势的燃烧。这间餐厅是捌得过金钟奖热门纪实节目主持人奖的陈耀中开的。伊甲原住民的传统美食简直无菜单料理，伫东海岸是较有名的部落景点。总统蔡英文2018年也来过，
国学到伊是阿美族的赌神，这边损失真大。已经是这个样子，我们变成只是重新开始，我重新去架构一个对外的一个空间环境。自己损失那个其实对我来说其实都已经无所谓了，但我们就是人在什么都再重新开始就好了。好在大火无造成人员的伤亡，餐厅内部的主体是阿蒙台，所以无受影响。大火原因初步看有可能是电线伤旧所造成，详细原因也该消防局进一步鉴定。记者综合报道。高雄一名蔡小姐3天前无注意去请到老炮渔工，罚款10万块。也毋过伊认为讲，因为伊毋知影伊嘛是受害者，所以提起行政诉讼。也毋过法院是认为讲，劳工局已经有减少罚金了，所以维持本地处分。病院内面有真侪违法的中人摕到美式世界法，伫柜台电梯口放真侪看护中人的美式。高雄一名蔡小姐3年前因为阿嬷破病住院，需要有人赶紧来照顾，伫病院建议之下，到急诊柜台摕到合法中人的美式，透过对方请到看护，随后发现讲这位看护是多一个移工，蔡小姐也互认定违反就业服务法，罚款10万块，伊真不服，提起行政官司也是败诉。我是觉得我是被中介欺骗。但是却还要受到劳工局的10万块的裁罚，我觉得我内心很不平衡。蔡小姐表示，当初时是真赶紧，袂记咧看看护资料，也想讲相信中人提供一日2200块的薪水给看护，而且这薪水也袂低过一般的行情，也是去互认定请到非法移工，也决定讲无要搁再上诉，只是希望呼吁政府重视这个问题。在评估那个外籍移工的部分的时候，其实首先可能要先看一下说他的居留证，骗当事人说我可能是外配，那外籍配偶其实也有一个合法的居留证。那如果说你检查一下居留证，然后仔细核对一下，说他的证件跟本人是不是相同。劳工局表示，用违法的方式找到外籍移工，会当罚10万到50万。看定蔡小姐唔是故意的，罚金对15万降到10万。提醒民众避免纠纷，应该看外籍移工伊的居留证，确定对方会当居留时间甲身份。也若倒找人的中人，因为有想要趁钱意思，也就爱面对上少3年的刑责。提醒民众会当上劳工局网站，找找到短期照顾服务员的资讯平台，找到合法的看护人员。记者综合报道。再看行政院长苏贞昌今仔去立法院施政报告，也毋过国民党早起7点就接领议场，要阻碍会议的进行，要求苏贞昌爱为3+11的决策回失礼哦。民进党团嘛批评国民党毋敢用积分来正面对决，时代力量甲民众党嘛批评拿赢，影响到因立委质询的权利。因行政官员未能完全列席，行政官员是否就先不列席？好，反对。那既然有异议哈，无要互立法院长游锡堃面子，国民党立委做伙杀倒避顺台，小偷几百多伙，搁摕票语规定占掉议场，大声喊停诉正义已经死啊！国民党团初一早起7点到霸占议场，阻碍议事进行，也准备比比手套，转倒喊叫，做一寡准备。搁现条件，讲除非行政院长苏贞昌先为3+11的决策回失礼，若无法度上台进行施政报告。当时拿赢这个副院长蔡其昌9月28主持议事严重无公平，以及议事人员替民进党开后门，要求立法院长游锡堃爱代表回失礼。国民党这样乱，让政府空转，连在野的小党都不能行使质询的权利，相信不是人民所乐见。我们绝对不容许我们的权利这样白白的被消灭。重点不是我们的权利，因为我们代表的也是民意。国民党团用表决战术提案新增加195项前列事项，像讲高中学术历程档案拍无去，涉洽染污禁止消亡大陆，也加视觉失调患者攻击店员这个民生议题，阻碍议事来进行。也毋过这种的做法，那民进党能处理，就连时代力量甲民众党也看袂落去，批评拿赢剥夺质询的权利。一个最大在野党完全没有政策能力，也没有议题能力，称职的在野党应该还是要来跟苏院长在质询台上直球对决，这样透过这个杯葛议事、瘫痪议事的方式，真的是人民没有办法接受。无法度得到其他在野党的支持，国民党也是坚守议场，强调坚持停诉正义。民进党是讲国家需要理性监督，双方互相呛声，好甲在无过小 A 小杀的冲突。
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向宣布讲暂停进口咱台湾的食客甲冷物。农委会主委陈吉仲今仔是表示，中国各大阁无互咱正式的回应，今仔已经把相关的资料交予台湾伫 WTO 的代表处，会伫11月份的 WTO 食安检验甲动食物防疫检疫委员会提出申诉。中国海关总局通知农委会黄检局，只有一张 A4， 然后就直接告诉我们不合格的件数以及日期跟哪个品项，完全没有这一些所谓的照片跟科学根据。所以我们还是呼吁直接提供给我们相关的科学根据。更重要的是，他提供我们所谓的不合格。我们在去年7月和去年10月做了监禁措施，今年的7月也做了监禁措施，甚至在9月具体回应我们做了哪些事情。最后他还是片面决定暂停输入。陈吉仲强调讲，中国单方面宣布暂停食客等水果的进口嘛无互咱国说明。伊表示讲，嘛是希望中国会当回应伫 WTO 开会进前哦，若是会当解决，嘛依照两岸相关的检疫办法来处理。再来看教育部统计，到昨下晡5点哦，已经有3800外的境外生入境了，完成检疫，因得当开始去学校上课、到宿舍。也毋过，境外生权益小组是指出讲，代要求完成检疫的境外生哦，佮爱自费做 PCR 检验，阴性才会当入去住宿舍。因批评讲，代的防疫政策对境外生是真无优先。以专案入境的境外生陆续来到台湾。教育部统计，到9月30日下晡5点为止，核准入境的学生有7720人，已经入境的有3888人。9月30日5点之前，阁有257人入境。不过完成14天加7天的检疫了后，要带入去学校的宿舍，各校的详细规定拢无同。7天之后，他要出来的时候要再做一次快筛，阴性才可以进入我们的学校。台师大是会当直接带入去宿舍，成大甲台大拢是爱3天前验 PCR 阴性。因若采检的费用，成大是由学校负担，台大是到台大病院采检有优待。境外生权益小组认为，台大强制学生自费采检，佮不准因伫委外太子学社的一人房进行自主健康管理，这个措施无合理，佮有歧视的问题。不要求其他住宿生做相应的筛检和 PCR， 而是只要求这些自境外入境并且已经完成了完整检疫程序的学生。台大回应，校内宿舍生有12000人，而且 Delta 是真高话，按教育部的指引，会当伫因带入宿舍进行采检。另外，因为太子学社的一人房甲一般学生的公共设施无分开，无法度做健康管理的场所。因为里面有很多住宿生嘛，所以你从国外回来，你感觉本来就应该要先做这件事，确保自己安全，也确保别人的安全啊。他按照那个正常的措施隔离14天，应该就还好啊。我觉得可能就没有必要吧。宿舍生对学校的措施看法拢无同。台大搁再强调，规范是针对有国外旅游史的所有宿舍生，本地学生嘛有适用。因若教育部是讲尊重大学为着防疫制定更较严格的措施。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申请要加入 CPTPP， 立委是要求政府部门要赶紧提供各产业冲击的评估甲影响报告哦。有立委佮劳工团体嘛指出讲，台湾针对劳工佮外国移工的劳动权保障哦，嘛去影响到咱加入 CPTPP， 因呼吁政府部门应该爱检讨，改善咱台湾工会组成的门槛上过悬，甲国际劳工太旧的问题。很多劳工其实健保卡跟居留证是不在他身上的，很多劳工到便利商店之后，如何告诉他我要登记这个预购呢？防疫期间，台湾移工面临语言统一的问题，也有一寡移工伫进前爆发抢区疫情的时阵，连家己要互带去倒位啊隔离，完全唔知影。这些苗栗县的人没有地方可以有防疫旅馆，他们分别被带到台中、带到南投，有没有被告知清楚他们要去哪里？所有这些讯息让这些移工就是慌乱成就是很紧张的状态。这个情形是咱台湾70多万的移工拢有可能拄到的难关。不过台湾伫9月2日申请加入 CPTPP， 有要求会员国都要符合国际劳工组织宣言的各项规范。民众党立法院党团认为，咱台湾的工会筹组条件悬，而且组织率国家。社福移工甲渔工的态度，原来互国际批评。长工时的情形伫全球摆透明。为劳动层面来看，
都要符合 CPTPP 的规范，其实也差真远。我们一直是长工时的前段班，不管是远洋渔业或者是我们现在很头痛的全渔船这种强迫劳动，然后在国际上被举黄牌，这都已经是美国国务院也好，欧盟也好关注长期，但是国内的法制化呢停滞不前。劳动部当时就劳动法规这边去做检视，依照我们过去对外参加经贸谈判的经验，跟这次整个 CPTPP 的条文，就过去以 FTA 的一个谈判的一个标准来看的话，基本上我们大致符合。劳动部回应讲，行政院伫去年有通过企业加人权国家行动计划，根据以往甲尼加拉瓜、纽西兰所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这个经验拢有纳入高规格的劳动专章，所以用签经贸协定这个标准来看台湾的劳权，应该会当符合标准。若是未来要安怎落实，相关单位原来持续注意，拍拼做甲到。记者综合报道。劳动基金又搁标出炒股的弊案，同一当县一个姓孙的前经理人涉嫌利用代操劳退基金的机会，用亲戚朋友的口罩买股票哦。佮有一个共公司姓张的前经理人嘛是共款，两个人拢赚超过8000万。检方将约谈这两个人，后来拢声押禁见。提黑色牌影，无讲一句话，统一投信姓张的前基金经理，去互检察官真紧甲带入去地检署复讯，因为伊牵涉到内线交易，问了后去互检方甲压起来。互检方约谈的，还佫有这个看到真面色，统一投信姓孙的前基金经理人。你们接受尤乃文的指示买原版的股票？因为牵涉劳金局前组长杨乃文的劳动基金弊案，才去互人起诉。即摆伊佫爆发出牵涉到代操劳退基金期间，趁机会来炒股票，去互警方甲拘押禁见。检调30号大动作来搜查，煞咧约谈11个证人甲被告。因若检方追查发现姓孙的前经理人涉嫌从2017年开始，利用公司代操劳退基金的期间，用亲友户头来入票，提早来买股票，等到劳退基金一个入场，股票有起，才佫甲卖出去。这侪年来，伊不法的金额已经有5000万遮尔济。因若姓张的前经理人，互控诉讲是从2002年开始代操民间基金的时阵，用同款的手法来牟利，不法的金额有达到3000万。专案检方是为特别备审来侦办，因若这个去互检方压起来两个人，甲一个姓谢的投资人，办批要伫暗时8点来开庭，来甲裁定讲是毋是爱压起来。记者综合报道。今年3月有一个英国警察以违反防疫为理由，甲一个查囡仔抓起来，中间了佮甲人杀死。法官是表示，这个警察手段真粗残哦，将判这个警察终身监禁，嘛袂当加释。48岁的前任警察考森斯用警徽作案，伊也承认讲对暗灯厝的查某囡仔莎拉·艾弗拉德甲绑票、性侵害，佮甲尸体弹掉。英格兰中央法庭审判考森斯计划真久啊，专门找家己一个的查某囡仔落手。法官是讲，这个案真使人惊吓，佮感觉真悲惨，佮残忍。考森斯最后互人判终身加监，袂使加释。莎拉的家属知影考森斯有可能伫监狱当中互关到死，也表示真安慰。伦敦大都会警察局对警务人员犯了这么重大的罪行，也公开回释的。Sarah's kidnap, rape, and murder was one of the most dreadful events in the 190-year history of the Metropolitan Police Service. His actions were a gross betrayal of everything policing stands for. As the judge said, he has eroded the confidence that the public are entitled to have in the police. 根据调查，今年3月初3，考森斯伫路边，甲当要转厝的莎拉甲抓落来，以违反防疫限制令做理由，甲挂手铐压上车。其实迄个时阵已经是封锁期较尾声，伫疫情政策当中，警方无即个权利伫街头抓人，结果是敢若会当扣劝甲开单。33岁莎拉自这起失踪，一礼拜后，互人发现，互人等伫树林内。警方依照线索发现是当事涉案，真意外。This interview is just about trying to find her. Sure. She's been missing for a while now. I'm sat in handcuffs and with what I know her, so you must have something to say that I know her. You've been arrested on suspicion of kidnapping. We believe that you've been involved in her disappearance. 考森斯知影犯法，也引起民众真生气。
长沙拉互人杀害这个消息传出，甚至也引起威廉王子甲伊的家后凯特的关心。有将近上千个民众聚集伫伊最后出现的公园来哀悼，佮去互警方以防疫做理由粗鲁赶走。甚至对英国国会当时当伫审查一项要互警察更较大宽限的法案，大声喊讲一定要撤销。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译。今仔10月初1是中国的国庆，香港政府举办升旗典礼哦。特首林郑月娥嘛表示讲，香港版的国安法实施，佮选举的制度改革了后，香港是真正踏上一国两制正确道路顶头咯。活动的现场出动超过8,000个警察。也毋过，香港有民间团体嘛是举办游行，要求普选哦，嘛呼吁讲爱甲所有的政治犯拢放出来。今仔伫台湾的香港人嘛办暗会来相听。向国权，敬礼。10月初1正是中国国庆，头10点，香港政府在关仔金紫荆大厅办升旗典礼。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前特首陈英权、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等人拢出席。林郑月娥在国庆聚会表示，今年对香港来讲是特别有意义。在香港国安法的制度之下，香港才真正行伫一國兩制正經道路。今年嘅國慶對香港嚟講別具意義。作為國家根據憲法成立嘅一個特別行政區，香港喺香港國安法同埋完善特區選舉制度嘅雙重保障下，真正踏上一國兩制嘅正確軌道。為了保證活動順利進行，香港警方提高戒備，動員超過8,000名警力，加強巡邏會場嘅守備。香港社民連發起請願遊行，4個人登海報要求實施普選，放出所有政治犯，率先就予警方包圍，超新查證件。因計劃對地鐵站前往會場，但在接近會場進前，就隨予警方炸落。今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年，也是中共將政70年週年。但香港嘅情勢愈來愈緊張，為了要鬥挺香港，在台灣嘅香港人，決定要辦全球11抗中暗會。中国是10月1號是他们就是这个集权国家成立的日子，那他们希望透过这一天发扬他们的大外宣，希望他们就是歌颂，就是让他们的好的一面被看见的时候，我们这些受压迫者，其实反而就是为他们来振庆，以示抗议。中國嘅政治迫害影響經濟、宗教、社會各方面，唔但香港在西藏、新疆也深受其害。因希望用抗中嘅活動，呼籲台灣人通團結挺人權。記者綜合報道。法國前總統薩科齊2012年選輸，嘛互指控講伊嘅選舉經費申報無實在。巴黎法院哦，伫9月3日裁定，以非法使用競選資金嘅罪名成立，判1冬嘅監禁。也毋過會當穿電子卡寮佇厝內來執行。也毋過薩科齊嘅律師是表示講，因會閣提出上訴。巴黎法院30日判處前，法國總統薩科齊1年有期徒刑，因為伊佇2012年嘅連任競選活動，支出超過法定限制幾條千萬歐元，將近2倍嘅法定限額，而且閣開假發票，創將近4280萬歐元，差不多新台幣13億8千多萬嘅競選開銷。巴黎法院裁定薩科齊非法使用競選資金罪名成立，閣判處1年嘅監禁。不過，伊會當掛電子卡寮佇厝嘅服刑。只不過判決無偌久，薩科齊嘅律師就表示要提出上訴。Le président Sarkozy, avec lequel je me suis entretenu au téléphone à l'instant, m'a demandé d'aller faire appel, ce que je ferai immédiatement en sortant d'ici, et naturellement, le jugement ne sera pas exécutoire. La cour d'appel, et c'est pour ça que les cours d'appel existent, dira le droit et nous aurons alors l'occasion d'en reparler. 法院表示，薩科齊佇2012年大選前幾禮拜，就知影講競選資金限制強要超過，甚至會計師閣講資金問題也見過2屆。實際上，這已經是薩科齊今年第2屆被判決有罪。今年3月，薩科齊因為佇卸任前想要誣陷一個法官，佮發揮影響力，得到另外一個案件機密資料，去予法院判貪污罪成立，判處3年嘅徒刑，緩刑2年。薩科齊也成為2年了後頭一個去予人判處加刑嘅法國總統，伊已經就這個案件提出上訴。公視新聞田偉仁編譯。
苏花改的通车也毋过有限制机车，昨中昼开始哦，苏花改试办251cc 以上的大型重型机车会当通行，有几啊百个大型重型机车的车友哦，拢骑上苏花改来表达支持。乌多摆一台线一台出发，车队排到几多公里远，因为这款车友等真久啊，总算等到苏花改开放，上百台大型的重型机车伫咧苏澳集合。时间到，照顺序出发，要人特别请假来抢头香。因为长期以来我们都重车要到花莲、台东玩，都是要走苏花公路，所以现在能够开放，我们是当然等很久，很开心这次能够参加历史性的一个，特别带我太太请假带我太太来走一趟。我想要走安全回家的路，走苏花真的太可怕，太多不可避免的东西，有一些落石或什么，真的太危险。然后想说今天开放，就象征性请特休来跑这里的。9月30中到12点开始，苏花改正式开放，排气量超过250cc 的大型重机全线通行。公路总局的试办6个月评估可行性，结果做调整。国民党立委叶玉兰讲，真侪人认为大型重机上国道驶苏花改也有真侪问题，伊就甲车友做伙来亲身体验。这么安全的路哈，如果只是限制某些车种不能开，我觉得是有点可惜了。当我们大家都能够非常规规矩矩用路的时候，能够让这条安全的回家路让全民共享。站在我个人的立场，我不反对，因为在国外他们是可以的，所以在国内应该也要加强宣导，就是说安全性的技巧。苏花改通车4年外来陆续开放小型车、大汽车，也有大货车通行。因过公路总局考虑到苏花改双向拢只干那一线道，汽机车共车道较危险，而且全停长磅空真多，空气品质、噪音甲温度拢无啥适合乌多摆，所以无开放乌多摆通行。这个问题已经讨论真久啊，这么因为通车了运营稳定，开放7型大型重机，因过有条件。那大型重型机车需注意的事项比照小客车需开启头灯，然后维持50公尺的距离，禁止行驶超车路肩。苏花改开放大型重机对车友来讲是一个里程碑，车路权团体也话讲得到应该有的权利，以后会继续争取白牌甲绿牌乌多摆的用路权。记者综合报道。国内的防疫放零了后，头一场旅展哦，早起伫世贸1馆举办，有将近200间厂商450个单位要来抢5倍券的商机哦。10点才开放入场哦，也毋过排队的人是排甲乐长，咱做回来看卖。要保持黄色距离哦。世贸1馆人排甲乐长，自外口排到内底，大家拢是要来看旅展的。前150名入场的，也有免费一个红包。所以虽然10点才开放，就已经排甲落长。国旅疫情比较可以的，就比较安心啦，哪一家都可以啊，5折。下周旅展10月7日开始，是未开放了第一个实体旅展，有买甲200间厂商450个单位。国内旅行社的领头享舒集团杀出优惠套装行程，并且结合观光列车，抢国内旅游的商机，是一个非常好的旅游方式。蓝皮解忧号的话，是我们10月23号首发嘛哈，那我们现在其实也有包含套票啊，最低有大概200多元。另外，5粒星的饭店因为疫情的影响，无开放伫店来食，是改做外在市场。伫这么总算等到疫情有较稳定，伫这边旅店因就杀出大数餐饮的优惠券，上价会当提到4折以下。并且看准5倍券的商机，强调只要是用5倍券消费，也有另外优惠。用5倍券，那可以多1晚。那其实实际上去住宿的话，是相对有很大的折扣的。只要持1张2000元的5倍券，就可以2999来住宿双人的客房。伫国外旅游的部分，因为目前只个开放保留，计效果无俗，而且转来了又怪隔离检疫，所以人无多。旅店也是以国内旅游为主要杀的商品。旅游业表示，所落来第4季是圣诞旅游旺季，只要国内疫情控制了好势，观光业会自今年年底开始复苏。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县有超商的店员和精神病人拍着伤，卫生福利部决定讲要专案来处理这有暴力前科的精神病人，要加强立管这个个案哦。今年年底嘛有头一间司法精神病院。
屏东29传出有输甲失调症患者，甲人乌目睭攻击超商女店员，在一处独显社区内底有暴力前科、无控制病情的精神疾病患者是有安全问题。卫福部9月30下晡开会决议，要专案处理无法度规则治疗，也是讲有暴力前科的精神病患。除了积极推动替患者使用长效针剂，也会加强列管个案。长效针剂是最大的问题，就是它非常贵哦，比我们用一般的药物成本要高非常多倍。那它就会导致大家在选择使用的时候，总是会先考虑到节省成本啊等等，就会把它放到比较后面去考虑。这次等于要在政策上面，我们去做了一些方案，去鼓励大家使用长效针剂。输甲失调症是一种慢性疾病，目前的治疗方式除了口服药，原来有真侪种长效针剂当使用。不过精神科医师是讲，过去因为无相关的鼓励做法，拢开予患者口服药。若是拄到部分病人无照时间就医，也是唔食药啊，都有真悬的机会佫发作。所讲的长效针剂，就分做1个月至3个月有效。做一届就会使，会当减少患者食药的次数，也当达到长时间稳定病情的目标，降低搁住院的机会。多数打长效针剂的病人完了以后，因为它是缓慢的释放，所以大部分都还要服佐以口服的药物，至少可以达到一些作用。除了积极推动替患者使用长效针剂，加强列管个案以外，2020年底原来会有1间司法精神病房规划完成，明年开始会有第2间至第6间，主要是法院判决强制监护处分的时阵，避免病人伫个家当中无达到积极治疗的效果，才会送去司法的精神病房治疗。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最近台中的大明高中汽车维修科成立一个电动车的训练工厂，学校是专工买一寡电动车来做教学，望讲替学生来提升维修电动汽机车的技术，望讲互因未来出路会当如何快。老师当咧向学生解说电动车的构造，伫台中的大明高中汽车维修科为着对着时代的脚步，成立电动车训练工厂，买一寡有牌子的电动车，互学生量早接触到这方面的领域，成做更较专业的维修人才。像我刚入学的时候，我一直以为汽车科呢，维护就是它的3个名字，没想到我在汽车科还可以学到。有关于其他能源，像电动车这种东西，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而且电这种东西是未来的趋势，所以先学好，对自己的未来和将来会比较好发展。近来的电动车是真实行，你像街路顶，随时拢有电动机车通租。咱工研院也咧做升级电动车的相关研究，虽然拢是维修汽机车的工课。毋过，因为电动车每一个牌子的零件拢无啥共款，学校拢着爱买来当做教学的设备，互学生有实际操作的机会。真正的其他的项目都一样，那差别只是差别在动力输出的部分不同，它是用马达代替我们的内燃机引擎，所以整个来讲，就是我们汽车科今天要学内燃机以外，我们也要学电动车。过去加油的车若是故障，就去找倒位各样来修理。但是电动车若歹去，佮要透过电脑做较详细的调查。因安尼透过训练，学生伫汽机车维修的技术就通更较较全。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县这几档利用太阳能光电打造真侪座热能的球场，之前潮州嘛完成一座，互学生落雨天嘛有场地通拍球。这球场嘛是热能上好的体验场地。差大概4度啊，平常大概会差4度，因为刚好今天是没有阳光。屏东县这几年大力推测热能发电，最近也和学校合作设计光电的风雨球场。互学生囡仔热人的时，唔免伫外口晒日头运动，落雨时也通伫内底活动。第1年来就发现这里都没有一个室内的活动空间，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如果有一个室内空间，我们学校集合办活动可能都会比较好。那刚好搭上光电列车，那申请完之后盖完，我们现在很多活动都在这里。风雨球场是受到学生囡仔的欢迎，伫内底拍球，唔惊热，也唔惊球飞出去，因为有小网啊可热。
另外，小太阳光电除了通达成热能减碳的目标，发电的回馈金也全数分配给学校，这寡钱通摕来做教育资源。光电球场带给我们是很大的方便，那小朋友很爱在这边，因为这里还蛮凉的。现在看得到蓝色的网子，就是县政府帮我们装的。那还有那边也顾及说球会飞出去，所以县政府也帮我们把它围起来。所以在这边打球是很舒服的。并关乎推动学校厝顶小太阳能光电发展热能以外，也让学生有更较好的活动环境。希望未来热能发电会愈来愈普及，唔但有更较舒适的运动所在，也对地球的环保尽一份心力。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庆祝台湾文化协会100周年，文化部特别伫中山堂举办台湾音乐100年的单展览幕，望讲互民众会当了解100年来本土音乐的演变甲历史。台湾，咱台湾，海真跨山真悬，大水小船的路关，远来人客讲你水，阿里山日月潭。1920年代蔡培慧写的这条《咱台湾》本土歌谣，毋但是日本殖民时期启明的重要歌曲，也见证100年前成立的台湾文化协会留落来的音乐种要伫咧。庆祝文协100年，文化部伫咧台北中山堂办台湾音乐100年的特别展。本土文化以前是受到打压的，所以呢，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形式，透过政府的重视，然后透过我们的这次的展示，能让这个文化能被发扬，能被传承下去。展区内面有李天禄的布袋戏红啊、九天民俗剧艺团相关的音乐文物，而展了后，台湾歌戏的演变也拢有小解。传统音乐甲现代音乐受到现代社会冲击，甲迄个西方的迄个音乐的影响，咱希望讲透过这100年的迄个互相的了解会使互咱下一代音乐搁继续发展落去。对曲盘、卡带到数位串流，也对西方音乐进入台湾，对本土音乐的发展甲起落两大面向。文化部希望民众会当了解台湾文化协会的启明精神，甲台湾音乐的重要性，到大要深深存在。记者阿敏金、郑快文台北报道。咱来看家己的水上有社区的甲时代人布袋戏哦，搬砖头家己在地故事，咱做伙来看卖。出路是我开，出手是我栽，若是要为遮来。头前的戏台当咧人仔演戏，戏台后壁阁有人配音念口碑。嘉义县水上乡柳安那社区甲龙池社区的时代，做伙呈现布袋戏的合适成果。安尼一项演教。互阮感觉讲收获良多。较早虽然是看做布袋，咱拢毋知伊讲伊这个这个吼足深的学问。这一次伊是做主演者，互来参与来制作布袋，互遐尼济岁的人吼，会当讲体验到大家快乐迄种做伙来创造一个物件，迄种艺术的快乐。咱个社区60外名时代，年岁上侪已经有90外岁。因家己制作红仔讲社区在地故事，要互人知影这两个社区的布袋戏历史。哦，食到遮大汉啊吼！以前细汉的时是拢伫电视看到咱黄俊雄、苏彦文的布袋戏，即嘛会当亲身来人着布袋戏，哦，真欢喜。好在时代会当对咱这掌中戏吼去回味较早吼怀旧，甲咱这掌中戏吼会乐趣，感觉摕到咱社区。嘉义县文管局讲，柳安那甲龙池社区伫日本时代就捌成立过布袋戏班，社区利用文化部的补助计划来上课，毋但时代有趣味的体验，嘛替社区找倒来家己的特色。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南投水利乡公所最近专工邀请在地农场的头家哦，来帮一寡志工分享伊是安怎来做导览的，佮小解讲是安怎甲神农教育佮游览甲做伙来推广哦，望讲会当来训练愈较侪人，提供上专业、上在地服务。南投水利出名的农场头家和头家娘，向建是学员分享经营的过程和心得。也传授大家在地导览的美角角，另外嘛教大家用天然的柠檬皮和梅仔粉来洗托马豆，希望将在地食材和景点合作伙，让游客伫游览的过程有完整的体验。我们做解说导览之前，对你要介绍这个区域，你要先去收集资料，因为有时候你在介绍有数据跟没数据，
对游客那个感觉是不一样。能够呢，推广这个所谓无毒的那个农业啊、农产品等等的，这方面是非常的吸引我，因为现在我觉得吃健康是最重要的。南投水里乡公所举办观光导览志工演习，除了踮教室内面传达知识，演习课程也将学员带到室外，实际到景点了解环境的特色，练习导览互相学习，也交换意见。我们到水里乡的每一个亮点来共同导览，那共同的切磋知道互相切磋，知道怎么互相学习，能够更改进，把这个整个的亮点给呈现得更好。这摆的演习课程，和学员学到导览的知识，也认捌实农教育，甚至亲身到每一笪景点演练。期待未来通提供每一位来到水里佚佗的游客，上专业、搁上有在地气味的导览服务。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华八卦山脚有一个对法国回国的艺术家伊带了一群人用无同款的方式来表达因眼中的幸福。明仔载暗时7点半，公视台语台《青春咱的梦》的节目，特别带乡亲做伙来去中华，看这艺术家认为伫中华的幸福是啥款。已经连续举办3年的挂山历艺术节，是中华真受欢迎一年一届的活动。虽然今年受到疫情影响，团队也是真拍拼，以幸福为主题，设计出7种无同形态活动，要让参与者会当深入了解中华的过去甲现在。挂山历就是你这样子，就是你是你啊，嘛是我，嘛是咱安尼，所以挂山历是一个找中华人的力量的艺术节。这届以3个新奖者亲身的故事来出发，号名做应用旅程的活动。结合改编新鲜故事，在过程当中无表演者，要让观众亲身体验当行为受到限制的时阵遇到的困境，让因会当用同理心来看待，是这个行动艺术真重要的目的。他们可能经历了眼睛看不到、耳朵听不到，或者是身体有某部分的障碍。我觉得这个过程真的很像一个英雄，因为就是对我们来说，就是日常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好像理所当然的，可是对他们来说并不是这样。这届嘛有参与艺术节活动的外省第3代在地画家强宏毅，伊若讲伫退伍了后，就伫南过溪坑的边啊开一间杂货店。强宏毅囡仔时代点点滴滴，正做即马甲居民互动创作的题材。爷爷过生日想那，这里过这里是最重要，因为人就是需要看一步，咱透过带咱在地居民、学生囡仔嘛好，还有时大人下一代。咱透过一种公共性的共同创作，其实会使去体会这种辛苦。在疫情扰乱之下的2021年，咱看到中华有一群人用无同款的形态来呈现生命力，让每一个人透过参与，谱写出中华人100年来骄傲自信的进行曲。记者罗秉竹、连新为中华报道。即摆一般人一定当上太空去观光咯。美国邀请汤姆克鲁斯甲罗西亚电影的剧组嘛，准备要去国际太空站去电影，咱做回来看卖。俄罗斯即摆已经传好要拍人类史上第一部伫咧太空级的剧情片电影，女主角普瑞斯德、导演史本科，一个专业的太空人安东什卡普列罗夫，10月初5要坐俄羅斯的聯合號太空船去國際太空站12天，拍一部叫做《挑戰》的電影，講一位無太空經驗的女醫生去離太空為破片的太空人當手術的故事。Космонавты будут играть себя, но в тех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ах, которые прописаны, которые им будут поставлены. Самым сложным для меня было это тренировки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 в корабле, очень пока там тесновато сидеть людям моего роста. Уже бояться, наверное, немножко нам все-таки поздно, потому что мы уже прошли этот путь, нам остался Байконур, там еще много всего предстоит. 36岁女主角尤利亚·普瑞斯德是对全国的竞争者内面选出来，为了要上太空，积极伫咧练身体，而且伫正位空间内面爱家己伪装做造型。导演也会经历摄影、灯光、音效。太空站顶头的太空人就是演因家己。除了这边上太空的3个人以外，一个有备的演员、摄影师加太空人组成的后备团队，6个人做伙伫咧莫斯科附近的太空中心生成。进行3个月的训练，适应无动力的空间，连饮水拢要有机卡，最后拢通过专业科学加健康检查。Ребята подготовлены на все 100, на 150%. За них я даже не переживаю.
这项甲俄罗斯联邦太空总署合作的拍电影的计划，也是为着未来更加多元的太空商业娱乐发展试水温。近年，美国3间太空旅行的业者，拢成功将非专业的人送去太空。美国太空总署 NASA 伫去年9月也宣布，会甲影帝汤姆克鲁斯合作，开2亿美金伫咧国际太空站拍电影。同款也按算今年10月出发，详细内容也未公布。不过，这场美俄太空电影的竞争是由俄罗斯先出发。公司新闻是回两边报。今仔日台湾北部、东半部佮金门马祖拢会落淡薄仔雨，其他所在是侪云好天的天气，过道卖落雷公雨。下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3度。中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外岛地区上低27度，上悬33度。